大家收看福喜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今年所舉辦哦，喺桃園啲咧國際客家流行音樂節，哇，有當好聽嘅得獎歌曲呢！喺今日節目當中，想同大家分享咧，有好聽有輕快嘅咧節奏嘅歌曲，按到彈吉他，你係有兩個好朋友創作歌手幾條強下來合作嘅哦，呢套歌曲得到佳作。未得到最佳作曲耶！哇！你細細來彈呢套歌曲，彈吉他。街頭執法來扶彈了幾百遍，發現掉影表現各自嘅同你，第一家會嘅火焰，第數愛下嘅歌。出來咧！彈出少年所有抱負。出來咧！耶！我哋好出來咧！啊，很歡喜好聽，細細來分享今本夜睇裏邊，你來分享創作歌手鍾佑哥鄭崇偉。嗨，大家好，我係鍾佑哥鄭崇偉。鍾佑哥，哇，都要拜你咯！三年下來，你來分享呢個係撇破下魏思祥。大家好，我係撇破下魏思祥，他要有手勢，我也要有手勢。你頭先有冇按歌嘴呢？哇，今日節目很快喺勞動吼，大頭吼是彈呢條唱歌吼，你兩生強下彈吉他唱歌吼，我看兩生係第一擺合作嘅吼，所以彈吉他我想請到誰來講，哇，我第一擺學你彈吉他，目的係乜嘅呢？是係愛。叫誰妹？叫誰錯？兩生是強用，所以我家下彈到唱歌，彈吉他彈到日頭是出來咧，真嘅是係應講彈到三更冇半夜，頭擺是真嘅係愛用嘅咯。哇，所以摸一摸，然後就突然就天亮了這樣。係啊。所以你下段嚟講，上到頭擺彈吉他有乜嘅回憶嗎？就回憶的話，其實蠻多的。如果是我的回憶的話，是我那時候學吉他的時候，剛好是921大地震。哦。對，然後那時候我們剛加，對嘛？對，高一的時候，我們那時候停電嘛，然後剛加入吉他社，然後也買了一把吉他，然後因為停電，所以有很多的借口，就是跟爸媽說。我沒辦法念書，對，說我沒有辦法念書，然後所以就是在我一直印象很深刻，我就是在那個黑暗之中，就是一直反覆練的那個4個和弦。哦，對，這是我最一開始，我只要有教吉他，我一定會跟學生講這段故事。哇塞，很
浪漫哦。第五完动作是弹你这个吉他。对。那你第一把吉他呢？喊出来吗？当然不在了。哈？对，有卖不出嘞。有走在买的，你也初恋情人呢？没有，因为那时候不懂嘛，所以就买了不是品质不是很好的。但是你弹了，你就会开始要求，然后你就会想说啊，那就脱手，那就买一把比较好一点的。通常有颜色的吉他都是比较差的。因为刚好公司里头，你的吉他是蓝色的嘛，哈。所以你也本英勇嘞，本很英勇。刚英勇，你头摆弹吉他，没唱机哎呦，唔读书时专门讲哦，你还听天还是弹吉他，唔读书吗？其实我的第一把吉他是爱把本爱的，机的吉他，哇，你係做穿甲步的呢？不過你也唔見睇，應該有冇唔見睇？你都台北，跟借那個小朋友還是怎樣就不見了。哦，對，所以一般用音是唔見睇咧。係啊，不過後來應該自家又，因為那第一把吉他是古典吉他，古典吉他是尼龍弦的，所以一開始我高中都是彈尼龍弦，然後彈唱就比較沒那麼痛。後來我跟老師買的第一把鋼弦吉他就是民謠吉他。哇塞！哦，手痛到一個要起水泡這樣子。對。那後來真是到大學的時候才敢去彈民謠吉他，然後在外面駐唱什麼。但是第一把吉他就不見了。我去比一個比賽，對，去台南比賽，然後突然就比完賽就不見了。哇！對啊，所以又沒有拿到名次，又空着手回家，陪了夫人又折兵。你两三提吉他用都安用已經不在身邊。不過你還，反正你還有動到好嘅吉他，好好珍惜。因為用吉他就咧寫出動到好歌曲，同埋吼，就咧幫助安尼創作呢。係啊，佮頭擺學吉他嘅時節，其實有動到嘅教材，也係講有物嘅訣竅，係講所有伫喺看節目嘅朋友上嚟學。就咧教大家嘛，譬如講有乜嘅指法啦，又係講有啲輕重嘅訣竅啦、節奏啦。好啊，其實歌詞裡邊有寫到，愛唱嘅部分啊，係講 T 1 2 3 1 2 1，大家全部人記嘅。誒，讓大家講 T 係咧。T 係大拇哥，大拇哥，讚。1 2 3，4，通常沒用到。通常也有，但是通常沒用到。少用到。好說。對，然後就要 T 1 2 1 3 1 2 1。這彈的時候，各位電視機的朋友可以跟着我們一起做哦，好不好？T 1 2 1 3 1，防止。到吉他上面是。好，你彈一個 C 和弦。好 ，C 和弦好。T 1 2 1 3 1 2 1，是慢靈魂，就是慢靈魂的節奏。哦，你家講慢靈魂是 slow soul，你要寫講分散和弦啦，分散和弦，你要分散和弦方式，錯。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捧掐勾，唔勾掐勾。我總覺得你好像要跳舞的感覺。其實我唔是彈歌。哦，捧這個是民謠的節奏，民謠的捧 folk 就是 folk 這個英文 folk style。像這個捧就是上三弦，4 5 6弦，集中在吉他的低音部分。低音部分的4 5 6弦，然後掐是往下刷的1 2 3弦，然後勾是勾回來1 2 3弦，然後是刷空的，對，就是要刷空的，然後捧掐勾勾掐勾，捧掐勾勾掐勾。我們都是好朋友，讓我們來牽着手。我要唱下去。是愛用音啊，這種節奏。那是簡單的哈。簡單的，嘿。哇，不過愛用音學起來，因實在彈動到嘅歌曲咧。嘿，錯。所以有動到嘅回音咧。係啊，既然家下啲音樂當中，我未有彈到，你都有動到嘅 solo 部分啊，哈。你條歌曲彈吉他，除了做得發泄自己嘅情緒咪好，又講角色妹咪好，又講做得透過音樂，僅僅就係表達你嘅心情。所以你 solo 一堂好嗎？做得嗎 ？solo 嘛，你說剛剛那個 solo 嘛？你隨便你們要 solo 什麼？請猜音。solo 好啊好啊好。哦，你看講開始了喲哈。好，好的好。1 2 3 4。
好呢，对吗？喊走的，喊走的。哎，所以昂糖起来，台版应该搞民谣。你要改蝙蝠侠看起来应该是口味比较重的。我口味重，但是我那时候也是吉他社，木吉他社。木吉他社，对。哦，不过是玩也比较摇滚一点，有比较偏摇滚一点的。对。所以搞音乐动欢喜吼，了摆了弹吉他了跳曲的吼，和得到了最佳作曲，对你来讲系动态鼓励哈。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鼓励，对，因为我在这个作品之前，其实曾仲伟知道，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是几乎完全没有对客家的流行音乐有贡献。摸啥故事错？讲贡献太沉重了。因为本本你有写咩？不过听了一段时间，电都因为两条歌曲归动态鼓励哈。对，因为他等于算是说，因为仲伟给我很多鼓励，他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有一些作品出来，然后后来。所以我会觉得说这首歌我一定要找他合作，哇！因为他是我唯一人选，没有第二个人选。因为你看弹吉他的人这么多，我就只找他，哇！因为他最便宜，不是？感情好，感情好，哇！恭喜！因为佢可以写像I Hate People 哈，我是蝙蝠侠，还有鹿，对他的歌曲都，我觉得每一首我都如数家珍，我都觉得很好听。对啊，我就觉得哇，你没有量不多了，对。每一首都好听，我就觉得说，赶快做成一张 CD， 让就是保留到后面这样子。都好，哇，继续加油！再次恭喜！谢谢。哇，好，今下大家谈到記得彈唱一天，韓國演唱麼？等一下呢，亦可以下轉到節目當中繼續來談幾兩首分享幾條音樂之路，幾條創作哦。大家轉到福喜來咧，Rita 基本上老所有的朋友大家共下來介紹了兩屆創作歌手，呢兩屆寫來吼，實在都係咁樣講，是係當為寫歌曲後面得嚟當到嘅獎哦。再次來歡迎鄭崇偉。Hello， 大家好，我係鄭崇偉。歡迎魏世祥。大家好，我是魏世祥。我今日喺節目當中讓丁兩首感情很好，雖然頭擺你都要共下合作表演過。哈，不過頭先你都講過是啲講，哎呦，兩三感情實在當好喎，哈。因為合作差不多動球咧，一開始寫個曲的時節是，就找魏世祥幫我編曲編曲，係啊，係啊。這有一段故事。哇塞！對，就是他那時候來找我的時候，你還記得什麼歌嗎？通發很將。通發很將。然後他就跟我說，他覺得這首歌很好，但是好像比賽都拿不到什麼好成績。然後我就聽了，我就說，對啊，這個它的架構是很好聽的。我就跟他說，不然我來編好了。然後就編了回去，就拿獎。就馬上就拿獎了，對。然後從那一刻開始。對，我們就開始密切合作。那是係緣分，真是係緣分。所以真正恭喜哈，呢幾年來哈，兩位其實得當到獎哈。你最近哈，你北埔行要去到南埔下，去綠隊提起下，你哋去綠隊係用百年寫誒，你寫當相識。其實你係因為一比賽啦，係按照台上響大聲響的創作比賽，是三國大都代言的。錯啊，因為是寫講綠隊係用乜嘢故事啊，全部係做啲分享台之家，然後我看了之後是讓我妹討論，我妹劉勇妹，勇妹姐啦，勇妹姐，是幾有聽上你強下讓寫歌詞嘛？哈，寫歌詞係因為佢是轉移佢的外家，就是回去蔣林嘿，佢的蔣林人，然後他就回去瓊林智囊團，大家一起想，我家婆，我阿 Q 妹強下上，因為我妹老佢講綠隊，佢哋我們地綠隊是什麼城鎮組成的，所以應該是用這個發想來說，那其實北部的客家人其實對六堆的城鎮啊，或者是在哪裡，可能就不是這麼知道，那就用歌詞來做介紹，說其實六堆有哪些城鎮，然後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就得介紹本台一家。啱當好講，其實咪回答東東嘅係講，
俩姜椒系落吃哪位？姜椒够熟。啊，告诉我，我想一下，雷蒙是哪位卖呢？雷蒙昨天。哦，其实咱东神奇哈，一到小朋友创来当好，哈，台面设置就在乡下来火创，真係像你做客家用我兩條路，你幾隻家傳嘅，變成你幾千年的力量呢？嘿，錯，在我背後幫我推着往前。很幸福哦，今天都幸福。好唔好？你哋下來談從兩條戲樂隊好唔好？好。耶！六對戲六對，哈，六對的哪位呀？你的夢，你的夢，愛容從容，高本一地呀，本一地。六對係南部客家軍訓，客家丁大兵故事嘅結合，談愛講來，談愛從。客家叫總本六對，係六對，千對你老總一組對，家東新皮油對，米老高樹中對，竹田後對內部，巔峰對萬萬，你老有獵物，從只有來兒，家東有風力。老好高，撒撒來呀，六對了，還有棉花板，棉花板係棉花，係加油蔥樹蓋，客家板條。你老有獵物，從只有來兒，家東有風力。好高，撒撒落耶，六對了，六對了，來六對了。棉花板沒棉花係板條哦，板條，好聽好聽。所以家下啲都唱歌，你唱歌你也好安用音嘅。是用那種好，就是年輕人的心態去想說，如果人家說句六對，哈在哪就不知道這樣子安用音的心情。所以你家過去要做 MV 係啊？有用歌詞 MV 啦，因為主辦單位希望有一家。影像的這個呈現這樣子哦，這本係家堂喺度。錯，所以我那個故意我在那個哈那邊，我就故意用一個最近很流行那個黑人問號，哈，就是要臉要歪，哈，然後旁邊有問號這樣子。當講咗，因為都要重現呢，所以呢，呢個南部咧北部嘅客家其實有當到冇共用嘅地方，像家下堂機場，無論係棉花板啊，也講你生活係容易，要發講冇，你下講開了，你散沙子講開了，所以堂係什麼哈？我講西安，你的堂係什麼？堂係學啊。有難度哦，有時候冇共用哈，他們是講北部到南部，但你自家去到南部有比賽，有認識當到冇共用文化，你知道有動態差別係乜嘅？其實因為我有一條歌很多根本嘅，所以我看譬如說南部嘅歌手從客家歌曲嘅時間，我咪堂機從馬街。像我最近聽到那個黃偉傑，偉傑他講金部，他根本音，他講根本你。佢係闽南嘅。你，他就是變個不是，也不是那個北部的。佢係南部嘅。就是不是北部的這個根部，
点滚眼，就是要变成鼻腔，它变成你这样子，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嘟嘟吼面弄有老六对天气各地哦，还有其他几多几家的腔调啦，面弄的腔调没下提出，所以当好讲吼，又有灵感可以写歌了哈。用这个腔调来写歌。你这个没系啊，你除了你有做翻译的，写歌曲、编曲，还讲你啊，客家当然继续做好吗？对，我会继续加油。好，继续加油。还讲你写其他因为潮汕府还有其他人系咩？係咩外國人，所以要寫粵語歌。哦，所以記得有講廣東話。他的話，對他小時候都是講廣東話。嗯哼。對，那廣東話對我來講也蠻我覺得蠻特別的一個地方，就是我小時候很喜歡聽廣東話。對，我會去看那個電影啊什麼，我會希望是聽到原汁原味那個廣東話。然後對，然後像星爺電影。對。然後我小時候也聽了很大量的廣東歌，因為那時候我們四大天王很紅，那時候香港的藝人在台灣很紅，對，所以我聽了很大量的廣東歌。然後所以我在追我老婆的時候呢，也是唱了一堆廣東歌，直接把它對，給我誰梅。對，所以我會希望說，這個也算是，因為也算是我把它視作為也是我的一個母語的一塊。就是除了普通的國語、客家話之外，我希望粵語也可以成為我的一個母語的一塊。那我也希望說，我在這一塊也可以有一個作品這樣。對。所以你下超向三聲帶歌手去發展出嚟，翻譯、漢語啦，廣東話。哇，廣東話哦，真勁動聽係，其實到每一種語言都講好、學好、寫好歌曲。對。朝多方面發展，對，就可以去那個什麼馬來西亞、新加坡，就很方便。因為發覺講冇強嘅語言哈，其實上語冇強，用寫出來嘅歌沒冇強，反而會刺激很多靈感的來源，對不對？會，有時候那些曲調你用講的，然後你唱起來又會冇強用哈。好，謝謝東先生哈，等一下轉到節目當中，繼續來同佢哋分享哦，請大家先聊一下。花圃做東山，遮風遮影子木竹架。花圃東山來家邊，天昏地凍，天昏地凍，愛子也唔是假。都繞can背掉熱干面，冬子該醒，暖子該醒，冬日冬山家的夢自扎雲。冬出多彩嘅顏色，夢自扎雲，冬出多彩嘅顏色。
了条八代哦吼，经过改变呢，得到了国际客家流行音乐节乐团组的优势。你阿爸系用了 Mr. One 乐团去参加比赛，用两三韩国又加其他的乐手。乐手系小万，嘿，听讲你阿爸咪系睇家强下高的，经验是想讲强下咧参加比赛啊。因为其实跳白又我也是想又从他有唱我的创作这种八代在这个新乐园，对，跟熊公，其实就我们两个试试看合唱的感觉，来做一个搭配，对，然后就我唱主音，他帮我和，这样子就是互相搭配这样子。哇，你两三个咧搭配吼，真嘅係講要練習，然後強下去比賽，都做得得獎呢。所以你阿爸兩三音都有得獎哦。嘿，对啊，就说运气，我觉得也还不错。对，就是评审老师的厚爱哈，厚爱。因为该音吼那个乐团组动作嘿就 full band， 就是很热闹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彩排的时候心就凉一半。凉半。比完上哇，应该不会中。我有信心，好冇？你哋講音都一定是涼半噻，主要是講音樂表態，韓國嗰張樂團是。彼此之間的默契都很重要啊！超，所以我就把我最喜歡的民謠就發揮到極致，希望對，就是有感動到現場的觀眾。哇，剛剛有發揮到極致啊！所以不用感情是錯嘞。錯。所以我想根本其實當先八代了歌曲，大家家彈歌詞地路，有前舞的客家話哦哈，了條歌曲強係玉妹姐寫嘅歌詞。還沒有老愛聽休息。媽媽節會到咧，母親節到咧，要買會讓玉妹姐講哦。好啊。其實差不多這個前幾個月吧，應該又達到一隻獎，很多客家唱演發展獎，係客委會辦的。我拿到這個獎之後呢，我就跟媽媽說：“媽媽，我拿到這個獎項了。”然後媽媽她就傳了一個，就傳賴，她就傳給我，說：“仲偉，你真的好棒哦，爸爸媽媽以你為榮。”然後我看到這一句，我就忍不住，我就眼淚就掉下來，因為應該起到，應該兩下走音樂走阿曼球啊，然後看到妹妹都已經成家立業，買房子了，那應該幾個還總該在追求自己的夢想，所以，爸爸媽媽可以這樣子肯定我很開心。哇塞，講到目睭水跌出來了哈！我覺得家人就是這樣，就是他們講的話往往是最平鋪直述，但是卻最能打動你的心。係啊，講了種母親節哈，當好哈，希望玉妹姐，嗱，你作為聽說，你兩個好歌就得唱唱冇？係啊，你還忙成家立業，你要該成家立業，沒有成業的，母親節而感謝你好好相看啊！感謝的人很多啦，對，因為有自己的媽媽跟我小孩的媽媽，對，就是我太太，對，但我覺得他們在這個就跟仲偉一樣啦，我覺得。玩音樂這條路其實蠻辛苦的，對，但是家裡的人都還是很支持，對，這是一件非常感謝的事情，對。所以不看你係全力支持你。對啊，從念書的時候彈吉他的時候就一直都沒有什麼太大的給我很負面的東西，就是讓我很自由地去做，對，那我也希望是沒有。辜負他們的栽培。哇！所以兩位都有不看人全力的支持，做得義無反顧做音樂。你看你係全職音樂人嘛？對，我一直都是。哦，係啊哈。咁仲偉你係咪係全職音樂人？最近變成全職音樂人。最近啊，本來係還要做工廠室嘛，你也是掂下來開始全力來做你自家新的專輯。錯，因為最近就是只要我可能就是請爸爸媽媽幫我買東西，然後媽媽就講你唔是不愛錢，我從做乜嘅唔是不愛錢，你講因為你在下冇條路。這句話有點傷人。阿妹石子，真嘅，你要是阿妹石子唔肯定你，哦，唔少啊。所以其實因為應該最近係在籌備我的第2張專輯，所以媽媽也知道我要多省點錢。係啊，錯。不過我禮拜母親節也是希望，
就是可以送他一些东西，像他常常脚酸痛，就想要送他按摩胶的东西。该应该会，你得按到脚该奖金。本来是起码100以上的妈妈供咯，懂吗？臭，所以就是反正这张专辑呢，我第2张专辑的制作人我是找第1张专辑的吉他手叫做刘旭明哥，那给到那一天修，然后做也是希望可以突破自己第1张啊。哇，恭喜了，胸有成竹，动得还健康了哈。所以祝福你一定会动顺利，动精彩。该是想你这届歌曲没有请到嘞哈？对，有一些数量吗？有计划出一个单曲，或者是如果对了要看作品的量，对，因为我会希望说我这张专辑或者说这张作品是可以收集到很多在客家流行音乐努力的伙伴们一起去完成的，所以我每首歌几乎都会找一个人来合作。哦，对，几乎啦，对，那当然也是共同创作，对，共同创作也好，或者说，但是比例的话我会比较大，对，就像说，例如说弹吉他，这样我们就找仲伟这样子，对，然后还有一首歌是，刚好对，有幸可以请到 Rita 帮我唱的，我唐仲朋友讲。哦，好，我唐到，你讲坐在你节目當中，唐我都唱一下喎。好啦，本大家談一下啦。可以。你睇歌曲嗬，應講很深情哦，按到漂亮個可以嫁半年，唐起來只是起到又動到心思呢。它也是剛好可以跟母親節這個呼應，就是這個 idea 就是來自於一些外籍配偶。對，那台灣有很多這樣的人。那我覺得很多人聽到外籍配偶可能會想到一些比較負面的東西，但是我覺得我們可以去從一個另外的角度去看到他們，其實有時候活得比真正本土台灣人還要更像台灣人，這樣子，所以我寫了這首歌。好，對，你來唱一下。有一件事情當初要愛講3遍。漂洋過海嫁半年，愛離鄉背井嫁半年，一定愛記得。愛漂洋過海嫁半年。我愛你，愛你，我愛你。してる And you want 자랑그哇，好聽，基本呢堂兩沙分享安度吼，未攤從安度。當歡喜我知道客家音樂有很多有創意、有想法、有能力的人願意投入落來，你客家音樂當精彩。咪祝福兩位呢都有計劃嘅，專線美好，技術性嘅創作美好，都做得當順利、當精彩。希望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分享，希望。謝謝。耶，今日咪非常歡喜，同所有朋友強下來分享。等一下邀請大家繼續聽你先生來做圓同了，講來了，拜拜。